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极宽大，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德甲报怨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列伫月甲星。世间人是甚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甚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尼亚较输，搁收拾伊阳光尊贵做冕娘。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迄万物伫伊的骹下，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的鱼。甲见若经过海里的路下，拢下伫伊的骹下。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遐尼悬大。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请大家永远徛伫，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同爱，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全能的上帝大帝，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安宁。阿门。请坐。启应文，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2篇，上诗也是以赛亚书第11章，伫圣诗后面1075页。启应文第42篇，夜色老树头下兔眼，
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要照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滚，讲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某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过去一礼拜的平安，阮过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设使阮有犯的过错，阮再一次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过犯。出外的兄弟姊妹，保守因脚步的平安；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也求你亲自医治因，安慰因。听阮的主啊，求你带领阮伫圣神降临这期，互阮过一次思考圣神降临的意义。恳求你，互阮学习如何伫真理的教导下，对圣神的工课更加清楚认捌，帮助阮。更加会用伫生命中经验圣神的作为，并意识到家己的罪甲有限，更加倚靠你的能力，互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但求你照着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平平拢会当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的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来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6章12节到15节。和本圣经152页，台语和日本126页。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也有一项要甲恁讲，独独恁现今当袂起，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听见的来讲，搁要用伫要来的事报恁，伊要应光我。因为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囝仔爸所有的拢是我的，所以我讲，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时请圣歌队赞美的诗歌是最大的是爱。
正道，今日牧师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圣神，互咱晓悟真理，正做真理。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若毋是你的信心，阮实在无法度担当你所校愿的真理，也就是你的话。若毋是你的信心，阮无法度晓悟你要予阮的启示，就是你爱阮去行的代志。恳求主上帝，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一听的时，都照圣经的教示来得到启示，得到亮光，互阮的心受到感动，都愿意照你所教导的安尼去行。愿主上帝，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自头到尾，拢互阮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甲福分。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顶礼拜，咱有讲到耶稣通过圣餐的传承，爱门徒将因所领受的恩典甲福分继续分享出去，也通过耶稣所传承予因的祝福祈祷，逐个人伫信心同在下面，拢受差遣出去传福音，总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要将真理行伫即个世间，门徒会甲因的老师相共款，会受到即个世界的攻击、对付甲迫害。伫约翰福音的记载下面，就是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耶稣伫最后的晚餐内底，毋但是为着门徒来洗骹，主耶稣嘛伫迄个中间来预言家己会受出卖，会受难。伊也伫迄个中间向伊的门徒来说明，家己是真理，是道路，是活命，是真的葡萄树。佮伊的门徒会使行伫即个真理。甲伊三结连的下面，伊也应允这门徒讲，未来要有信心保卫师甲因三甲伫地。最后，主耶稣就为着这门徒祝祷，甲因祝福，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看顾这门徒，互因进入这个世界时阵，无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乃就亲像因的老师相共款，分别做算。行伫真理的内面，亲像因的老师，亲像老师相共款，将家己当作是上帝的道，活活进入这个世界。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真理。所以耶稣一只意思是讲，未来这学生、这门徒，爱亲像真理相共款，活活进入这个世界。当然。耶稣互门徒知影讲，因未来要受到迫害的原因，因受迫害是因为因的老师耶稣基督无属伫这个世界，无属伫这个魔鬼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所以受迫害。相反，军队耶稣的这个门徒，因嘛无属伫这个世界，所以因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迫害。相信咱若看约翰福音，也是启示录，拢有真明显的二元论、二元论。约翰福音甲启示录有真明显的二元论的这个思想，意思是讲一属灵的世界，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真甲假袂掺杂做伙，光就是光，暗就是暗，光甲暗。嘛袂掺杂做伙，无迄种分袂清楚的代志。光甲暗，真甲假，是三相突、三败铁。对约翰来讲，会去迫害教会，会去诱拐基督徒的，
当然就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总是撒旦魔鬼这个黑暗的势力，自约翰的时代，是通过罗马帝国的武力来完成的。这个黑暗的世界是通过罗马帝国的武力来运行的。总是侪侪时阵，真正动手去迫害教会，毋是罗马军队，毋是希律王，反倒是犹太人因内底的头人，也就是这地方的这个领袖、这市长、贵族，也是地方的长老。为某一个程度，这些地方的头人，因会当对罗马帝国来得到好处。啥物好处？这地方的头人只要将人民教好乖乖，爱因顺服，听罗马帝国的话，毋通有任何反抗的思想。那安尼，人民的性命会当得到保障。同时，这地方的头人，因的管理权嘛会当得到保障。总是代志，毋是咱想的遮尔简单。罗马帝国伫迄当时，因通过每一个阶层，因世界去宣传，去到因所统治市民的所在，遐个地区去宣传，教育一个升学的观念。什么款升学的观念？教育讲，今仔日罗马帝国会遐尼强大，是因为这个国度是神明所竞选的。罗马帝国是神明所竞选的。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就亲像神明的化身。所以每一个罗马皇帝拢会讲，家己是神明的囝，是上帝的囝，是全人类的救主。既然罗马皇帝带军队去到的所在，因拢会讲，罗马皇帝要带来好消息。所以既然是降服、顺服罗马帝国，而且都拜皇帝。要拜皇帝，就要得到帝国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啥物？这个祝福就是每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当过着一个平安、顺遂、充满正义、诚实、甲富裕的生活。只要你拜皇帝，只要你顺服罗马帝国，总是这对一般的人民，也是低阶层的人来讲，是无法度屈服的。因为这个人常常受到剥削，福音书内底这犹太人真讨厌这个抽象的，毋是无原因。特别对教会来讲，因绝对无法度屈服一罗马帝国甲拜皇帝这件代志。因为教会认为好消息，因认为福音除了通过迄位拿撒勒人主耶稣基督以外，无其他福音。无其他的好消息，嘛无其他的救主。除了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活命，其他自称是救主的，拢是假。只有主耶稣是真的葡萄树，是真理，是真光。所以对教会来讲，罗马帝国一只所宣传的迄个升学的观念，因无法度接受，因唯一会当接受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话。圣经，特别是这个充满白菜的世界，基督徒必须爱听真理，基督徒必须爱进入真理，爱行伫真理，基督徒也必须爱进入真光，互真光通过咱来发光，嘛通过这个真光来观看这个世界。基督徒更加爱结连一真的葡萄树。可能咱会感觉真奇怪，啥爱特别强调真的葡萄树？因为有假的嘛。所以结连是真的葡萄树，因为只有真的葡萄树所结连的枝，才会结出疼的果子。才会结出疼的果子，也只有疼，才会生出公义、诚实甲和平。假的葡萄树会生出啥？自私。白贼甲暴力，当然，这对活伫罗马世界的门徒来讲，要按照真理来行，
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伫受出卖的迄个暗时，主耶稣就想要按伊的门徒讲搁较侪的道理，甲因讲搁较侪的话，总是照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12节，耶稣讲因安怎？担袂起，因对耶稣所讲的话担袂起。咱手头的版本我毋知，有的版本翻译讲袂当了解。意思是讲，耶稣一只准备要讲的话，这门徒担袂起，袂当了解。耶稣一只用担当这个字眼真有意思。这个担当的意思，毋是讲心理的状态。这个担当的意思是讲，你的动作，你压起来、扛起来、拍起来，迄个动作。这个担当不是指心理状态，是指实际的动作。是指实际的动作，所以意思是讲，耶稣一只要讲的话，亲像这重相共款，重到滴到，互这门徒安那，提袂起来，煞袂叮当，也早袂走，留一原地相共款。像一个做学生的人去学校上课，规工上课落来，将所有听课学到的物件安那，拢留一学校。无早回去相共款，即个担当，即个字，甲主耶稣耶是字的迄个耶，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12节，咱来看12节，一切意思是讲，今仔日咱若是无信心的同在，搁较侪的道理，对咱来讲，不过是负担啦。无信心的同在，无信心的感动，搁较侪的道理，对你有哪是负担尔啦？简单讲，你对一个无能力，你若下命令，你若放期待，但是伊就是做袂到，所以你若下命令，对伊来讲是负担。亲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嘛，婴仔的阶段，爱啉啥物货？爱啉奶嘛。伊无喙齿嘛，伊袂当食焦食嘛。今仔日你硬要来饲伊焦食食，伊敢会剥？伊嘛无法度吞啊。你对一个未信者，还袂建立这个信仰，还袂信耶稣的人，逐讲你爱悔改，你爱耶是你家，你爱为着真理来受难，啥要插你？啥要插你对无？相款啊！自迄个晚餐了后，耶稣知影自迄个晚餐了后，去到克西马尼园，伊要受出卖，伊要受难，伊要死伫十字架顶。总是耶稣知影，即群门徒无信心，甲因相甲伫地，无同在，所以因担袂起耶稣一只按因的邀请，就是十字架的邀请。耶稣知影，所以伊嘛无按。因加讲啥？伊只是讲，当甲信心来的时阵，恁才担当会起啊。那安尼，主耶稣以后应允，信心要互门徒了解一切的真理。我毋知影咱的圣经安怎写，有的是写进入一切的真理，也是指真理的内面。意思是讲。信心要带门徒进入真理，伫真理的内底。因为信心是真理的神，伊绝对要互门徒来体会真理。若是讲体会，就毋是讲头壳的知识尔，搁较爱有具体、实际的体会甲经验。相信咱拢听过一句俗语，这句俗语伊是讲读万卷的册。毋拿你去行万里路，敢捌听过？读万卷书不如怎么样？行万。读万卷的册不如安那？毋值得去行万里路嘛？后壁倒有一句啊，行万里路毋值得安那去交陪朋友。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为什么阅人无数？因为人是有限的嘛。你结交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收获及知识嘛。不如阅人无数。后壁这句咧，
甲人三甲交陪，毋值得安那，有一个名师带路。阅人无数，不如有名师指路。意思讲，你要得较专业，要较清楚，你得有一个有名的老师来甲你带路。总是最后一句，伊讲啥？互名师带路毋值得家己会晓悟啦。这句话是在说什么？让名师指路，不如怎么样？自己能够去领悟，能够去晓悟。爱读册，爱行动，爱请教有经验的人，总是上重要的是家己敢会晓悟，家己敢会晓悟。相款，你今仔日你要体会真理，你必须爱先读啥物货？你爱先读圣经啊！你爱先研究圣经啊！都因为上帝话是我的，所以你爱去实践，你爱去实践上帝话。一开始咱绝对会感觉真碍脚，是安那？因为圣经所描写的真理，甲咱人的需要是安那？是相冲突的。常常咱就照安尼去行，无明白讲啊是安尼做，就好做真理。总是我相信，一咱读圣经了后，咱顺服圣经的教示去行入真理的中间，信心就要一步一步，亲像教授式共款，甲咱教导，甲咱感动。通过一摆倒一摆的实验甲研究，咱就要愈来愈明白主耶稣的教示，以及伊叫咱去行的代志。最后，咱会当明白讲，为什么安尼就好做真理？这嘛是咱要明白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过程。相信咱每一个人手头拢有一支智慧型手机，对无？甲我摇头，我拢唔相信。拢有嘛，对无？所以咱拢会去哩网络平台嘛，也是讲聊天室，对无？有个人就爱翕相，讲哦，伊去倒位佚佗就好耍，啊，伊去啥物所在食小吃。但是有个人会给负评嘛，讲啊，迄个所在无好耍，啊，迄个所在小吃无好食，然后留言讲啊，你毋免去耍啊哈，啊，物件无好食，你毋免去食哈。啊，总是凭啥物互别人决定讲，迄个所在有好耍无？啊，迄个物件有好食无？别人的感觉敢是你的感觉？别人的想法敢是你的想法？今仔日一项代志，你若无通过搁较侪角度、较面上去研究、去体会了解，你是要知影讲真相是生做安怎？相款，真理毋通接受二手的，但你边人讲真理毋通是二手的，真理不要接受二手的啦。都算是牧师一只的讲道，教会查经班拢相共款。阮只不过是扮演一个那属于老师的角色，甲你带路尔尔。毋通因为一场讲道，你就讲啊，牧师讲安尼，所以这段经文意思就是安尼。无喏，上帝话是丰富的，所以阮一只角色只是甲你带路尔尔，互你进入这个真理内底。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恁一定爱家己学会晓研究圣经，好无？家己学会晓研究圣经，然后去实践，去亲自体会甲研究。在这过程中间，恁爱恳求信心，甲恁感动，甲恁帮助，甲恁引带。最后，真正完信心帮助咱，一咱读圣经，恳求信心的帮助了后，去实践，咱会当愈来愈晓悟。啥物会好做真理？佮因为这个信心，伊是真理的神，所以有真理的神同在的人，自然就对真理有热情、有兴趣。对真理有热情、有兴趣。我毋知恁除了来教会以外，敢有啥物其他的活动？恁敢有其他的兴趣？对啥物代志真有热情、真有兴趣无？应该有嘛？牧师少年的时真爱拍篮球，我真爱拍篮球，所以电视只要有转播迄个比赛吼，我逐场都转来看。
我是活伫迄个 Michael Jordan 迄个时代，所以只要有公牛队比赛吼，我绝对录影。啥录影？会当安尼重复一直看、一直看研究。除了电视转播，我嘛会去买篮球的杂志啊，还是讲教你安怎拍篮球的工具册啊，我拢会买来看。但是除了看电视、看册以外，你敢有实际去到球场？哎妈！你实际去操练你的技术嘛，增加你的经验嘛，对无？体力无好，你就练体力嘛。投袂准，你就练互投准啊。运球运无好，就练嘛。甚至迄个时阵，一球场嘛有一寡社会组的球员，当然是乙组的啦，甲组的我当然是毋敢啦。社会组的球员，我会教因去拍球啊。当然教因拍安怎拍，就是拍输。不过安怎输，你就是会当学到真侪物件。我就是对篮球这件代志，足有热情，足有兴趣，所以我开足侪时间、体力甲精神去研究、去练习。最后我真正拍了真袂歹，较早啦，我拍了真袂歹。信心的工作是啥物货？信心的工作就是要互你对真理有热情、有兴趣，互你愿意开时间、开精神、开体力，去研究真理，去体会真理，去实践真理。这就是信心的工作，要互你对真理有热情、有兴趣。最后，当咱伫信心的感动下面，当咱会当去实践真理的时，咱就要来荣耀咱的主上帝。因为到迄个时阵，主耶稣通过十字架对咱的邀请，咱就担会起啊，咱就担会起啊。主耶稣怎样通过十字架来荣耀天父上帝？伊的学生嘛，绝对伫信心的引带下面，通过十字架来荣耀天父上帝。伫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用十字架来压迫教会，总是反过来，教会用十字架来荣耀上帝。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真需要真理。总是各位兄弟姊妹，咱讲担会起。针对主耶稣用十字架甲咱邀请，咱讲担会起。叫你压十字架，毋是讲叫伊家己去找苦食，不是叫你自讨苦吃啊。乃是讲你若今仔日坚持伫真理内底，行伫真理内底，自然，迄个对付甲压迫，就要临到伫你的身躯顶。一个有信心、同在感动的人，绝对是意爱真理。无介意不义甲白贼的代志，行伫真理内底的人，也绝对有主耶稣基督所交通的疼，伫伊的内底，然后通过这个疼，去谴责一切的暴力。虽然伫真理内底的人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攻击、踢笑、对付甲反对，总是安尼的人。是荣耀上帝的人，有真侪教会，拢会诽谤家己，标榜自己，诽谤家己是信心充满的教会。总是真理会堪这考验，时间嘛会讲话。到底倒几个教会是真正有信心同在，行伫真理内底？咱来看到最后。愿信是帮助咱，到伫将末的时，咱毋通亲像启示录内底所写的遐个教会，去互约翰来点名着。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道成做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真理活活进入这个世界。
佮即个道将安尼的任务传承予伊的门徒。每一个门徒拢爱进入真理，行伫真理内底，继续互即个真理骗行入即个世界。总是阮看去讲，即个世界有缘充满白贼、暴力，甲逐种的压迫。恳求天父上帝怜悯阮，我恳求信心帮助阮教会担起先知的即个责任甲功能，爱发出声音，发出听甲公义的声音。要阮信心帮助阮，互阮教会真正是进入真理，行入真理的内底，检查会拄着即个世界拒绝、攻击甲反对。总是阮相信，一天顶，阮是荣耀主上帝你的名。愿你的神保守看顾阮的心。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76首，全能至尊的神。请起立。
请坐。奉献，这是咱来奉献，请刘泰山执事甲柯明伟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真理的神来的时，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请。真理的神来的时，约翰福音16章13节。真理的神来的时，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真理。请掀开周报第1页。澳洲事务的人员，请咱来第2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咱就近小组来参与。第4页，有关郑州的奉献的明细，设施有重大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请掀开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第1项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为这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第2场的礼拜煞，伫4楼的教育厅要召开财团法人董事会，请新任的董事来参会。第3点，下午1点30分要伫9楼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东港老师甲各班的主任出席。教会消息第1点，年度节团契的监选，请各团契会长安排时间甲监选的长老来致接，并且伫9月底进行来完成改选。监选的名单如何？请咱家己来看。第2点，相连团契要伫6月18拜日要参加常委会35周年的庆典感恩礼拜的兄弟，请伫当日早起6点
伫教会来集合出发。礼拜地点是要伫彰化的溪洲的公园。第3点，虽然咱这个报名下几下的报名已经过啊但是如果后要继续报名嘛欢迎。具体消息，第1点，本会黄碧霞姊妹的公主、彭信燕兄弟甲蓝宇文姊妹，伫6月15日昨昏拜六，伫福珍美食馆完成结婚感恩礼拜。请为新人来继续来关心、祝福、代祷。第2点，本会张雅敏姊妹的父亲张三良即事安息主怀，定伫6月2日，就是过来这个拜六上午10点半，伫咱教会举行告别感恩礼拜，愿主安慰遗族，请为遗族关心甲代祷。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现场有一对新人，真心的人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信燕甲余文一昨有完成这个结婚礼拜今仔日来到中间，甲咱做敬拜上帝。请起立，咱拍鼓大家恭喜。好，请坐。虽然因已经通过婚前的辅导，我嘛带因证婚了，总是恁结婚了，牧师会继续带恁吵，看恁有好好无，有冤家无，有啥听无，安尼敢知影？无想要甲我插。好，后礼拜六咱要来举行即个阳明节的爸爸三良祭司的即个安息告别礼拜。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甚至是咱的青少年，会当一拜六后礼拜六拨时间，一只带着咱的安慰代祷来陪伴咱的兄弟姊妹，一只来送别三良祭司最后一程。一只咱来看到周报第6页，周报第6页，相信咱掀周报的时阵会当看到讲，这到底是啥物物件？这是啥物物件？牧师直接用上简单的话来讲，上简单的话来讲，牧师直接要来呼召更较侪的领袖甲同工做伙来做工。请问，敢有人知影讲咱教会有几个长老、几个执事？嘿，7个长老，20几个执事，对不对？我要讲的是，这个中职。因敢有家己的工课爱顾，敢有家己的家庭爱顾，敢有法度长老甲执事发落咱全教会200-300人的代志，敢有法度？所以今仔日牧师直接要甲咱呼召，要咱邀请的就是毋望咱教会有搁较侪的领袖，搁较侪的同工做伙来服侍。所以一只咱看去第一部分。牧师会通过后半年度的讲道，会当来向咱宣传讲，咱教会爱成做一个啥物款的教会？敢是一个灵捌福音、传福音、做事工的一个教会？像是咱来看到第2点，咱会看到领袖训练这个部分。这个跨服内底，咱有看去无？参与的人有啥？中职对无？团契会长对无？各区爱几个人出来？5个人，牧师直接甲你讲区长若是无去找你，你莫伤心，无代表你袂使来，安尼知影无？毋望咱做伙来受训练，通过讲台的信息，也是讲即个领袖的即个训练，来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精兵，咱来协助中职、协助牧师，做伙即个福音的事工，做伙来拍拼，安尼好无？好，所以毋望咱。后半年度做伙为着这件代志，做伙来付出，做伙来代祷。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行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上行煞请牧师祝祷。
请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保守甲看顾，也愿信心的相通引带、同在甲感动，互阮行伫真理的内底，通过这个真理来荣光上帝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未倒。
平安礼，即时请咱起立彼此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